大家好，我係愛君，而家有40幾歲中女，咁祖籍呢就嚟自廣東，從事呢個中醫推拿已經有好多年啦。咁做呢個專業嘅找龍筋、專業嘅找鳳筋都有10年左右嘅時間。咁而家呢個手法呢就比較純熟嘅，新舊嘅顧客都有好多。咁今日同大家講下食偉哥同埋馬卡嘅。咁偉哥呢，通用名就叫做西地那非，咁喺香港同澳門呢就俗稱叫做威而鋼，大陸呢就稱做偉哥。咁西醫呢，只要係治療呢個男性嘅勃起功能障礙，佢就通過擴張呢個陰莖嘅血管，咁增加呢個血流量嘅，咁從而呢就幫助呢個男性就獲得一段時間嘅維持嘅勃起，即係講每一次需要嗰陣時呢都需要服用嘅。咁偉哥呢就應該就喺醫生嘅指導下使用。咁尤其就對於呢個心腦血管疾病嘅或者其他呢個健康問題嗰啲患者，就應該謹慎嘅使用啦。咁偉哥同埋呢個燒仙之類嘅嗰啲藥物，譬如呢個燒仙甘油，如果同時使用的話呢，就可能導致呢個血壓會急劇嘅下降嘅，會危及呢個生命。咁偉哥可能呢就會引起呢個頭痛啊，面部就潮紅，咁消化不良等等呢個不良嘅反應。咁一般嘅症狀如果係輕微的話呢，咁停藥之後呢就可以自行就會得到緩解㗎啦。咁喺西醫嘅角度認為呢個偉哥喺治療呢個勃起功能障礙呢方面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都係應該要謹慎嘅使用啦，要喺醫生嘅指導之下進行就比較好。咁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呢，認為呢個偉哥就含有呢個激素，就會破壞呢個人體嘅細胞嘅。如果你長期服用呢，就對呢個胃啊、呢個臟腑啊就有一定嘅損害。咁時間耐咗之後就會產生呢種嘅依賴啊，骨質又會疏鬆啊。咁馬卡、偉哥都係擴張呢個血管嘅，將呢個血管嗰個壁啊整薄佢，擴大佢。咁擴薄咗之後，呢個彈性呢就冇咗啦，咁就冇辦法再去好好嘅保護呢個血管啦。咁一薄之後，你又嚟刺激呢個陰莖，就會有可能造成呢個內出血或者呢個尿血嘅。所以有呢個陽痿同埋早泄嘅人，如果你經常去食呢，仲會對呢個心臟啊、腎啊會造成呢個損害嘅。咁大家就自己去衡量啦。咁還係揾一啲比較安全綠色嘅做法係比較好啲嘅。咁我愛君呢就係做呢個純手法嘅找龍筋，係非常之安全同埋冇副作用嘅。咁效果呢每一次都係會有嘅，係因人而異嘅。咁而家呢我就喺觀塘返工時間就係早上嘅9點到晚上嘅9點，有需要嘅哥哥，有需要嘅姐姐要先預約啊。